的社群贴文。最后不能有空白，往前推，这样超连结才会成功哦。按图片或者按超连结，有关键字词哦，关键字词都可以按了以后，你看有相关的都会出来。颜色配合五行，中央记物记土黄，东方甲乙木青色，张公胜者南方丙丁火，萧公胜者西方庚辛金，刘公胜者北方壬癸水，连公胜者，所以东营是青色的连，东营将军是青色的连，张公胜者；南营将军是红色的连，萧公胜者；西营将军是白色的连，刘公胜者；北营将军是黑色的连，连公胜者；中营将军应该代表黄，就是中坛元帅太子爷公。